爱尔兰银行15系统各样，就算客户的口座内底已经无半仙啊，所以要是会当去领钱汇款。致使侪民众趁机会抢要领钱，人是侪甲爱排队。若即阵已经修理好势，银行讲确定系统无受到网络攻击。不过，伊嘛呼吁偷领钱的民众紧甲钱摕转来还。画面内底当看到 ATM 提款机前人排真长，所有人拢抢要领钱。爱尔兰银行15传出内部系统故障，致使民众会当超额领钱，就算小户内底拢无钱，也是会当转出差不多1000欧元。银行手机应用程式甲网络银行的服务拢同齐受影响。虽然目前已经修理好啊，不过也是有扰乱到社会秩序。There's a huge queue. First time I ever seen it there at the moment, so there must be something wrong. I don't know what it is. 综合外国媒体报道，系统差不多伫拜二下晡开始故障。爱尔兰警方迄天发现境内一寡 ATM 出现无正常交易量，而且伫暗时8点至半暝期间，接到至少40通相关的报案电话。社群网站嘛流出一寡人规定伫提款机头前的影片，所以分派警力到部分提款机自首。爱尔兰银行是爱尔兰4大商业银行之一，代志发生了后已经公开回释了，表示银行会对这个技术性问题展开全面的调查，目前确定甲网络攻击无关系。另外，会将超额提款的户头注记透支借款，呼吁民众赶紧甲无收家己的钱还给银行，若无会影响到个人的信用评分。这个财政部也对央行下指令，要求说明这个事故，并进行检讨改善，防止未来再出现类似的意外。公司新闻纽安编译。